大家好，我係 Moonshine Italia 月光號創作室嘅阿作。前排網上面又發生咗字罵戰，今次嘅 topic 係藝術嘅嘢識條鐵咩？咁究竟呢條鐵係啲乜嘢嘢嚟嘅呢？而事緣就喺港鐵站入邊同埋香港藝術館都出現咗一個個好似中文但係又睇唔明嘅字體，而呢系列嘅作品其實係叫做英文方塊字，係將英文嘅字母用中文文字嘅砌法砌埋一齊嘅一種藝術字體，嚟自藝術家徐冰嘅手筆。而唔少嘅網民就以字體難以閱讀同埋唔符合個人美感要求嘅角度去評論作品。咁關於可以如何更全面欣賞藝術作品，唔會講親都係得條鐵呢？我哋之後會再講嘅。講返徐冰，佢嘅作品通常都同印刷術同埋文字書寫有關係。而除咗今次展出嘅英文方塊字之外，徐冰仲有唔少嘅作品係以偽文字去帶出主題。最經典嘅有天書同埋地書。而近年徐冰甚至執導於電影《蜻蜓之眼》，內容我哋就唔會喺度劇透，但拍攝嘅手法就非常之特別。成套戲係由好多個唔同嘅監控鏡頭串連而成，去描述甚至係諷刺社會嘅一啲實況。有興趣嘅朋友不妨自己 search 一下，應該都唔難揾到嘅。徐冰仲有好多好有趣嘅作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佢個人網頁了解多啲。我會將佢條 link 放喺內文入邊，方便大家。最後仲有一件事，如果大家想聽我更深入咁介紹徐冰嘅作品同故事，又或者對繪畫藝術有咩問題想討論，都不妨喺下邊留言。多謝晒大家。